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因为 GoGo 不贪心。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来的。同年的7月开始交出了第一台，我记得7月底吧，交出了第一台的 GoGo 一系列。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它是它的起点，就是原来这个东西在台湾它已经可以成真了，然后可以发生了。4年来走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它其实就是像是你在跑马拉松一样哦。就是你好像到了一个中间点，这样，只是马拉松会一直延长，人家跑马拉松是有终点的。其实我觉得对 GoGo 而言，每一天它其实都是在尝试、在突破，然后在创造不一样的历史跟创造不一样的里程碑。那电动汽车其实就2件事嘛，第一个就是你要让它有能源补给的地方，包含像是你在开一般的油车的话，你要有加油站啊。那政府它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这个努力去投资在所谓的这个协助厂商去做这个基础建设？其实，在台湾是有经济规模的，你很难在全世界找到一个市场，一年可以卖出将近100万辆摩托车，然后市场保有率是叫做1400万、1300万辆的摩托车的一个市场保有率。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个观点拉高，拉到全球，或拉到一个全球的这个不管是4轮或2轮的竞争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2轮其实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机会。那政府如果没有不好好把握，把2轮推向国际，把2轮推向一个电动化的一个趋势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如果你今天就是说，好吧，我就把摩托车放到这些海外市场，然后换电站随便放2-3个，叫进军海外的话，那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呢，它完全没有办法产生那个经济效益跟这个经济规模。所以对我们来讲，你会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所以对我们来讲，你会觉得很重要，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且台湾这个市场，你一定要把它先做到一个完整的经济规模以后，你才有办法去复制这个经验。这个事情难的是说，当你养出了经济规模以后，你怎么样持续性的让这些用户可以使用这台摩托车，在使用的未来的5年、10年，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不是说你在这边有300个人、500个人、1000个人、3万个人以后，你就达到这个目标了。而这3万人他用你的车，这20万人用你的车用10年呢，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在累积的经验啦。所以我们认为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 cycle， 你必须走完以后，你才有办法在其他市场上去做复制的。非常多人他是以大众运输工具为主要的方式在城市里面移动，可是大众运输工具永远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last mile。所以对我们而言 ，GoShare 它其实就是大众运输工具的一个重要的延伸。你怎么样让这个可以借由消费者在大众运输工具以及这个所谓共享的载具中间去彼此的切换，然后这个可以完善它的这个移动体验，这是我们在思考整个 GoShare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GoGo 其实在做的其实就是它是同时平行，它2个轮子是必须同时往前的，一个叫做盖电池交换站，一个叫做卖摩托车。所以我一定盖多少站，我才卖多少车，我才可以确保这个产业会一直往下走。否则就是我盖了一大堆站，但我车子跟不上的话，这个就变成蚊子馆了。那如果我卖一大堆车，然后结果盖电池交换站速度跟不上的话，那这个叫做叫什么？对，这个就叫做用户大抱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因为 GoGo 不贪心。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来的。我们从台北走到新北，新北走到桃园，桃园走到新竹，新竹到台中，然后一路到台南、高雄。所以，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你必须把每一个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先做起来以后，你才能办法再往下走。所以，我觉得 GoGo 先走到20多万个车主，然后有超过1500个，将近1500电池交换站，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组合。那在这个组合下面呢，我认为它对于消费者的黏度跟吸引力只会越来越高。